深水埗雙璧廿載匠心轉港美，深水埗的煙火街巷中藏着兩家盡刻着時光與匠心的麵包西餅店，他們同屬一位最高負責人，以廿載堅守，成為街坊心中不可替代的味覺地標。基隆街262號地鋪的櫻桃麵包西餅店，於1997年7月1日，香港回歸前夕悄然啟幕，相隔約8米。桂林街81號地鋪的黃醬麵包西餅店緊隨其後，於2002年8月1日接力登場。每日早7時至晚7時，兩家門店門前始終排着長隊，食客們爭相搶購。在周邊同行中，鶴立雞群，這份火爆，皆源於深入骨髓的品質堅守與口碑沉澱。最高負責人的經營智慧，葬在平民價享5星味的初心裏。物價飛漲的年代，這裏的定價始終溫暖親民。兩個菠蘿包僅7港幣，笑口棗蛋散每磅70港幣，杯仔糕8元即可嘗鮮。就連用料紮實的芋黑，一罐也只需98港幣。這份良心定價，讓尋常百姓也能輕鬆享用頂級美味，但低價從不妥協品質，反而將成本盡數傾注於食材與工藝之上。食材甄選堪稱苛刻，每一份原料都歷經精挑細選。東北寒地小麥磨製的麵粉細膩醇香，湖北土雞蛋蛋黃飽滿，荷蘭進口酵母活性十足。就連油脂也選用優質植物油，拒絕防腐劑與人工色素。就連年貨油氣也堅守這份純粹。笑口棗裹滿飽滿白芝麻，炸後自然開裂如笑葉，金黃色澤源自火候的精準把控。軟角皮薄，鹹竹豆沙，麻蓉餡每日鮮製，花生酥角用料紮實，每一口都撞着食材本身的鮮香，年年有如花堆造型靈動，自然的金黃透着節慶的暖意，皆是純天然的本真色澤。高級德國精密恒溫烘焙設備為品質築牢根基，精準控溫，讓麵團在適宜溫度下緩慢發酵，烘烤時均勻受熱，鎖住每一份食材的本味。無論是麵包的蓬鬆度，還是油氣的酥脆感，都拿捏得恰到好處。更有深耕港式烘焙數十年的師傅坐鎮，人均10幾年從業經驗，揉麵時感知麵筋力度，搓製時把控形態細節，烘烤時緊盯火候分寸，手工技藝與現代設備完美融合，讓每一款產品都兼具顏值與口感。正宗港式風味的精髓，更藏在那不加修飾的純天然色澤裏。麵包外皮是蛋液與火候碰撞出的金琥珀色，無任何人工色素點綴。咬開後麥香與乳香交織，油氣金黃酥脆，透着食材本身的油亮光澤。年糕蘿蔔糕則是質樸的米白與淺黃，入口軟糯回甘，每一種色澤都源自本味，每一口口感都彰顯匠心，沒有浮誇宣傳，食客的口碑便是最好的名片。20餘載風雨，兩家門店憑着最高負責人的經營智慧，以高級食材為基，以精湛技藝為魂，以親民價格為本，靠着街坊鄰里口口相傳的讚譽，在深水埗站穩腳跟。排隊的人群裏，有老街坊的日常光顧，有年輕人的打卡追捧，有遊客的慕名而來。這份長久的火爆，不僅是美味的魅力，更是匠心與真誠的見證，讓正宗港式風味在時光中愈發醇厚。深水埗基隆街櫻桃麵包西餅店，深水埗桂林街黃雀麵包西餅店，港式麵包烘焙傳奇。